手机来关起来，还是关伫静音的所在，请照讲。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啥时会到上帝面前来见伊啊？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因对我讲无煞，你的上帝伫倒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因到上帝的厝，用欢喜学乐的声，大家守节。我对此遮个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恁着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前咱来拯救我，所以我犹久要学乐伊。这是咱参日来唱圣诗第182首，圣诗182首。我信全能上帝，我信全能上帝。唱全首。我心永远做我天父，因为永远并交出公义的你天下。我心也所依靠，甘愿受人罪恶，也是给原心罪罪。爱会当前途，心听你的心，光明看我文明，快乐不心我能力，我的了了心，我心上为你的，别个心心相对，当对当心当心当心。咱犹原听咧，咱用信仰的告别，使徒行传照做咱信仰的告别，咱请敬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27女玛利亚来出世，伫本都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在全能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是咱来启用第33篇，第33篇暂时也是诗篇139。我来启三角来用。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
你亲手保护我，甲恁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道谢你。我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隻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抓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感谢我，在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行为。这是咱三个来压头祈祷，是阮阁听阮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了你，通过你圣神的带领甲保守，互阮阁迎旨接受今仔日的圣日，互阮会当阁备办的心，到伫你圣殿来敬拜服侍，互阮会当通过你洗清阮的罪，来到你的宝座前，愿你圣神甲阮三个伫咧。阮若要为着阮坐坐教会的事项，积极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的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要诚做光塔，照亮坐坐迷信的人，阮会当诚做光甲盐进入社区，调和坐坐事项，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你，加添伫阮的团契甲小组，互阮的团契小组诚做教会帮手，结出坐坐美好的果子。有主你的看顾祝福，赏赐这首长干部，温上教阮力上教的是每一人的心肠，也是因的家庭，以及因的心灵，拢得到健全。主啊，愿主你永远伸出你圣的手，以及医生的医治，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日一天阁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教会来敬拜甲服侍你。我若看见世上的兄弟，愿主你永远安慰因，互因得到安慰。软正软弱的，愿主你坚固因，互因刚强壮胆，伫众人的面前来成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到今仔日是阮相连的主日，也是中会的主日纪念日。阮拢是上帝眼中上尊贵的相连，也是教会上宝贵的属灵的产业。阮会当做伙来学习，愿阮会当成做一切来领受上帝你搁较大、搁较清楚的使命甲意向。阮会当好好来把握黄金的时光，来精彩为主来活，成做基督的精兵。阮用常常，阮袂记伫背后的全力来追求头前的事。主啊，愿你圣神甲阮三个弟，通过安尼，今仔日互阮伫聚会顶头对头到尾，拢有你圣神甲阮三个弟，通过你，互阮的张这个传道要传讲的信息。互阮搁一摆建立阮家己本身，互阮通过这个你上帝话对阮的帮助甲启示，当阮也将伊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对头到尾，将今仔日聚会仰望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即是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16节。上帝话记载伫希伯来书4章12章12节到16节。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个双面的剑较利，既若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毋刺入，破开心内遮个念头甲主意，也无毋监察，佮所创造的，伫伊的面前无一项看目，就是万米。掀开露出，伫审判咱的目前，所以咱已经有大的祭司头，上帝的囝耶稣经过这个天就要接受所承认的，因为咱所有的祭司头，毋是袂话体贴，咱拢总会软弱，
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若是无做，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保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即时的帮赞。以上愿上帝听伊话，搁去行的人，即是阮要赞美，相连团契要赞美，赞美的歌是愿。这是咱要正道，咱正道，咱请咱张正义传道。伊今仔日的题目是祈祷专人恰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你敢知影？伫咱的旧约圣经的中间啊，有3个人，互圣经的作者称作是完全人。咱可能会想讲，这完全人是啥物意思？敢有人认为讲完全人的意思就是一个将来毋捌犯罪的人？其实恁毋通误会，因为圣经甲咱讲甲足清楚。伫多马林书的第3章有讲，拢无义人啊，连一个嘛无啊，所以咱毋通当作圣经旧约圣经中间啊，竟然有3个完全袂犯罪的人。咱遮所讲的完全人的意思是讲，伫当时的世界，世上上敬虔、上下上帝旨意、上愿意甲上帝相甲同行的人，讲较白这是当时伫咧世上第1名的人，伫咧上帝的心目中的第1名。你敢知影这3个人是啥物人？第一个，歹势这世界上衰的人，毋是咧讲这3个人我这题目有一点仔拍毋着去，歹势。
等者我会解说吼。我要讲的是这三个人，这三个完全人是啥物人？第一个是啥？第一个是那亚，吼那亚。第二个是啥？阿比拉罕吼，就是咱讲的信心之父阿比拉罕。啊，第三个咧，恁哪会知影哈？我咧讲这世界上历史上第一个倒霉的人吼，歹势有一仔仔无好听，第一个衰的人就是这个约伯。为什么我会安尼讲吼？等者我会解说。咱来看卖吼，圣经是安怎讲这个人？约伯记的第1章的第1节就讲，伊是一个安怎的人啊？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遮会歹的。兄弟姊妹，你想看卖啊？你想看卖？这是毋是圣经对一个人上悬的肯定？当咱讲有一个人是完全搁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遮会歹。这是一个足悬的肯定啊！你想看卖？整个旧约圣经中间，只有3个人，互称做完全的义人。你就知影，约伯是一个非常敬虔、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也就是因为安尼啊，咱看到一个遮尔好的人拄着歹代志，咱才会感觉真唔甘嘛。那安尼吼，咱来看卖，到底约伯拄着啥物代志？代志拄开始是安尼，有一天，上帝甲众天使伫天庭内底有一个聚会，因咧讨论一项代志，就是讨论约伯这个人。上帝先讲，伊先讲吼，上帝讲，恁看，我的奴仆是遮尔啊敬虔，是遮尔啊完全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遮会歹的。上帝讲这段话的时阵，我感觉上帝就好亲像一个老爸，甲别人讲伊的囝有偌好，互伊感觉足荣耀的。但是啊，这个时阵，撒旦就讲，迄是因为约伯这个人有足侪的财产，有足侪的囝儿，伊的生活过甲足好的，所以伊当然会敬畏你啊。上帝就应讲好，你会当甲伊所有的摕走，但是唔通伤害伊的身体，你唔通伤害伊的身躯。结果啊，撒旦就甲伊遐个牛、遐个羊，搁骆驼拢摕走，而且撒旦啊，超工制造一个意外的事件，互伊的囝儿拢死去。就伫一天的中间，约伯的财产拢无啊，伊的财产无啊，伊的囝儿拢死去啊，而且是死于非命啊。财产无啊，是一件互人足痛苦的代志。但是啊，咱讲上痛苦、上悲惨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想看卖，伫一天的中间，囝儿全部拢死去。若是你是做人老爸老母的，你敢有法度想象安尼可怕的代志？这个时阵啊，约伯有啥物反应？圣经讲，约伯就起来，伊拆了伊的外衫，伊讲：耶和华想事，耶和华提去，就学到耶和华。兄弟姊妹，我借问一下，约伯这个时阵，伊敢有跋倒？无，伊无跋倒。伊敢有因为遮的灾祸，就放煞上帝？伊无啊。后来上帝甲撒旦讲：你看我的奴仆，伊并无改变对我的敬畏甲正直。撒旦就应讲：迄是因为伊的身躯并无受到伤害。上帝讲：好，你会当伤害伊的身躯，但是你唔通甲杀死。这个时阵啊，撒旦就互约伯这个人，伊会对头壳顶到骹底拢生毒疮，互伊体无完肤啊，体无完肤。讲到这吼，我爱甲恁说明为什么我会讲伊是历史上上衰的一个人。兄弟姊妹，我请问你，若是今仔日受到灾祸的人，是一个大歹人，譬如讲陈进兴，大家知影陈进兴吼，就是白小燕案的这个歹人。伊甲人杀，甲人性侵，甲人绑票、撕票，甲人勒索，
若是即款人拄着灾祸，咱会安怎讲？咱会讲，互伊死偌紧，互伊死甲足凄惨的偌紧，因为迄是伊应该的。但是啊，今仔日拄着即个灾祸的人，是一个异人啊，是一个异人啊，是一个圣经讲伊是一个完全个正直、敬畏上帝、离开遮个歹的一个异人啊。伊毋是歹人，伊是旧约圣经中间真少的完全人。这是咱理性上真无法度了解的一款代志。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异人会拄着苦难？到底为什么啊？为什么一个异人会拄着苦难？咱无法度了解，哪有即款代志？再问一个，但是再问一个，约伯记的结局是圆满的收场，还是令人遗憾的收场？是圆满的收场圣经哪讲呢？圣经讲，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的时，耶和华就予伊的境况复原，予耶和华赏赐约伯平静静的所有搁较加倍啊！为遮咱会当看到约伯后来所得到的，比伊原本所有的搁较加倍的多。兄弟姊妹，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我今日要分享的主题是祈祷，祈祷全然的彻底，全然的彻底。歹势，我无啥会晓讲即句话，全然的彻底。本来我要翻译是讲祈祷钱领衫拢无穿，但是安尼听起来怪怪。后来我就讲祈祷全然的彻底，但是意思是共款的。我要表达的是，就是咱伫咧上帝的面头前的时阵，其实阮着啥亲像钱领衫拢无穿，安尼彻底的一个状况。好，我继续分享安尼，歹势我看一下。好，这毋是今仔的重点重点咱来看，约伯是安怎通过即个完全的彻底的祈祷来改变伊的性命？伊是安怎通过即款的祈祷，为悲惨的性命中间，到后来伊领受搁较加倍的赏赐？这到底是啥物款的祈祷呢？竟然会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命？兄弟姊妹，你敢有了解我的意思？今仔传道我要伫遮甲大家分享，要安怎祈祷？伫解说安怎祈祷的大心，咱来看卖。阮常常讲，着学罗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应当学罗的。阮有足侪理由通学罗耶和华。伊是一位什么款的上帝？其中有一个理由是最重要的神性，就是耶和华是一个全知的上帝。意思是讲，宇宙完美，所有的代志伊拢知影，不管是过去、即马，还是将来。咱是毋是会讲，上帝是一个比所有的人搁较了解我的一个上帝？甚至咱会讲，上帝是一个比我家己搁较了解我家己的一个上帝。为什么咱会安尼讲呢？因为伊是全知的上帝，无一项代志是伊毋知影。为什么我会讲到这呢？伫咧过去，我有一种经验是，有人会来问我讲，小一个，我感觉你随时拢会当祈祷的，但是我袂晓呢。你敢会使甲我教要安怎操练，互我随时拢会当祈祷？有人甲我问，甲我安尼问，但是有时阵我无法度用这个时间去教示人讲要安怎祈祷，我就会讲祈祷只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祈祷爱完全的诚实，爱完全的诚实。为什么爱完全的诚实？这个原因真简单，因为上帝伊知影所有的代志。咱若是伫伊面头前讲白贼，是一个足可笑的行为。另外一方面，耶和华是一个充满慈悲甲怜悯的上帝。咱实在无需要伫伊面头前感觉见笑。就算讲感觉见笑，嘛无需要讲白贼，因为伊是一个全知的上帝。虽然讲祈祷是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意义真深的一项代志，
但是你若了解上帝是一个全知的上帝，你就会知影讲，其实基督只是甲原本上帝知影的代志，用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甲上帝各讲一解。其实祷告就是把原本上帝就知道的事情，我们再用一种非常诚恳的方式对上帝再诉说一次。说穿了，祷告就是这样。安尼讲起来，咱讲阁有理由伫咧上帝的面前讲唔实在的话，应该是无啊。若是安尼，其实若是咱讲白差，其实是完全无意义的。当我搁一摆读约伯记的时阵，我深深感受到一项代志。约伯除了是一个对上帝有足大的信心的人，伊搁较是一个伫咧上帝面前完全诚实的人。我相信啊，就是因为安尼，伊才是一个互圣经的作者称作完全正直的人。也是因为安尼，伊才会得到上大为上帝遐来的祝福。顶间会记哩，上帝互约伯拄到的灾祸有啥物？第一，伊的财产拢无啊，对无？第二，伊的囝儿拢总死去。第三，伊的身躯全部拢是毒疮。还佫有无？只有这三项吗？只有这三项吗？我甲你讲啊，其实不止这三项。我认为啊，约伯所拄到的灾祸，上痛苦的一项，并毋是伊财产无去，也毋是伊的囝儿死去，也毋是伊的身躯为头壳顶到骹底拢生毒疮。我认为，互伊上痛苦的迄项代志是，伊拄到三个足歹的朋友，三位夭寿的朋友。我实在不喜欢这三位朋友啊，所以我这样子形容他们。这三个朋友啊，来到悲惨的约伯的面前，因讲因要安慰约伯，但是因敢有真正安慰约伯？有吗？因无吼，因无。因所做的是啥物呢？因所做的是将约伯吼，搁审判一届。约伯记的中间的部分有记载足侪这三个朋友对约伯所讲的话，因讲了足侪啊。恁若有会当去读，会当去看，但是我会当直接甲恁讲，这三个朋友的意思就是，因甲约伯讲啊，讲啥呢？就是约伯啊，你就是做了什么款的歹代志，所以你才会拄到这个灾祸。你一定是犯罪，阁无承认。你才会拄到这个歹代志。这三个朋友讲了真侪话，因的意思就是讲，约伯一定做了歹代志，才会拄到灾祸。兄弟姊妹啊，我请问你一个问题：若是你是约伯，你的财产无啊，你的囝儿拢死去，你的身躯啊，全部拢是毒疮。这个时阵，你敢需要有三个朋友来审判你的罪？你敢需要这？你敢需要三个朋友来审判你的罪？你当然嘛无需要。国语有一句话说：“这叫做在伤口上撒盐巴。”我认为这才是约伯所拄到上大的灾祸。这三个朋友的观念就是咱所讲的赏善罚恶。其实这是咱常常相信的一种观念。咱常常讲善良的人会得到福报，咱会讲做歹的人会得到恶报。但是讲真正是安尼，尤其是伫咧上帝国的内面，讲是安尼。耶稣讲：“我来是要得到罪人，毋是要得到义人。”讲较白，你若是义人，你无法度拄到耶稣。你若是义人，你无法度拄到耶稣。你知影无？你甲我拢是蒙恩的罪人。那是上帝是永远的罚恶，
你甲我拢无法度得到救。那讲到赏善呢？上帝敢是一个永远赏善的上帝？我问你一个问题：人敢会因为做好代志，就会当入去天国？人敢会当因为伊的好行为，伊就会使入去天国？无可能。圣经讲，在以弗所书2章8节，伊讲，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信，这不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不是出自所行，免得有人夸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安尼讲起来，敢有人会当透过伊的好行为得到救恩？无可能。上帝不是一个永远赏善的上帝，所以恁敢会当了解一项代志，就是咱永远无法度知影上帝的计划，嘛无法度知影上帝的意念，因为上帝的逻辑啊，敢若是无共款，甲咱是无共款。面对约伯啊，面对伊这三个歹朋友，约伯也对这三个歹朋友应足侪话啊，但是伊毋是要甲因辩论，伊是要甲即个伊无法度了解的上帝问一个问题，问啥物问题呢？约伯这个人虽然无对上帝失去信心，但是因为伊所拄到的代志伤过痛苦啊，所以伊对上帝讲：“你到底想要安怎？”约伯记内面有足侪约伯对上帝的埋怨，伊的意思就是在讲：上主啊，你到底想要安怎？若是用现代少年人的讲法，就是讲：你出来讲啊！你出来讲较清楚，你到底想要安怎？你到底想要安怎？兄弟姊妹，约伯这个人有信心无？伊就是甲心内上心事的感受讲出来，因为对伊来讲，伊是真正毋知影为虾米一个义人会拄到灾祸。这个问题，伊若是无得到答案，伊真正会死不瞑目。但是也是因为约伯遮尔啊诚实的祈祷，伊的性命得到非常大的稳定。咱继续来看圣经是安怎讲约伯的诚实。咱来看这段经文：我的嘴唇绝断，无讲不义；我的字嘛无讲诡诈。我断断无称恁做义，我到死嘛无算我做无完全。我接受我的义，无要放下。我的心一世人无责备我，什么意思？我问心无愧啊！我这辈子我的心都没有责备过我，没有责备过我。兄弟姊妹，你来看，约伯这个人为何会互圣经的作者讲伊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因为约伯所讲的，就完全是伊心内真实的感受啊！伊感受到啥物，伊就甲上帝讲啥物；伊感受到痛苦的时阵，伊袂甲上帝讲伊真快乐；伊感受到绝望的时阵，伊袂甲上帝讲伊真有愿望。上帝意爱是正直的人，所以上帝所听的是约伯的正直。兄弟姊妹，你敢知影？约伯用足侪问题去问上帝。虽然我相信约伯是一个信心足大的人，但是约伯所问上帝的问题，确实讲了足侪怀疑的话。面对约伯的问题，你敢知影上帝是安怎回答伊？你敢会记得，在约伯记38章的地方，上帝终于出现来回答约伯。你们还记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他？我甲恁讲。上帝最后开嘴应答约伯的时阵，上帝完全无回答
约伯任何一个问题，反颠倒啊！上帝用足侪问题来挑战约伯。上帝安尼讲，伊讲约伯啊，我创造天甲地的时阵，你敢知影？上帝继续问讲，约伯啊，你敢知影？这个地啊有偌大？上帝问约伯讲，你敢知影？这光是对倒位来的？伊继续问讲，约伯啊，你敢有法度创造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嘛？你敢有法度想使这个动物溃力，互因会当跑走？上帝就透过这个问题来应答约伯。其实上帝所讲的这个问题，完完全全无回答约伯所问的任何一个问题。讲到这，我要甲恁分享一个非常奇妙的代志。当我即摆伫咧准备这篇讲道的时阵，我读到这，我读到上帝问约伯的问题，这个所在的时阵，我就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到底问了偌济个问题来应答约伯的问题。我就一个去算，一个38章到39章的这个所在，我一个去算，看到底有几个问题。结果你摇看卖，上帝问了几个问题，你一定想袂到。上帝用77个问题来回答约伯。咱拢知影，7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是完全。那安尼讲起来，77所代表的是啥物意思？下骹这是我家己的解说，毋是神学家所讲的，是我家己的解说。我认为啊，这77所代表的就是比完全更较完全，比完全更较完全。上帝用77个问题来宣告讲，伊是一个比完全更较完全的上帝。搁一摆，上帝甲约伯讲：“我的道路较悬你的道路。”讲较白是啥物意思呢？讲较白是啥物意思？伊就是甲约伯咧讲：“我较大啦，你毋免搁再问啊。我是上大的上帝，我是至尊至权的上帝，我是凭这完全搁较完全的上帝。”面对这个完全的上帝，约伯讲。约伯无法度搁再怀疑，伊只有顺服，伊无别项代志通好做，所以伊安尼讲啊，伊讲，所以我讲出我所无明的，就是我所想出的奇妙，我所毋知，我真正毋知啊！你是至权的上帝，我敢有可能了解你的计划？当我知影家己是一个微小的受造物。我是真正非常的反悔啊！我是非常的反悔。上主啊，我搁一摆伫咧你面头前讲，你是至尊的主，你是万美的主宰，我只有顺服你，请完全掌管我的生命。约伯搁一摆用上诚实的心，上帝告白伊的信用，但是即摆伊毋是怀疑，是。坚定相信上主的至尊至大。讲到这，我要借问一个问题：约伯讲这的话，到底是啥物意思？伊要表达的是啥物？约伯要表达的是啥物？感谢主，讲得真好。对我来讲，约伯讲这的话是他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伊讲的话就是。伊要回转归向神，伊是甲上帝讲：虽然我过去有怀疑，但是即马我知影你才是完美的主宰，我袂搁再怀疑啊！约伯一届的诚实的祈祷，互上帝徛出来为伊来主持公道。圣经讲，耶和华对约伯讲这个话以后。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
我会受气对你甲你的两个朋友发起来，因为恁议论我无讲合理的话，亲像我的奴仆约伯所讲的。即马咱会当知影，上帝所意爱的，毋是迄知影如法的即三个朋友，伊意爱是诚实的约伯。就亲像希伯来书所讲的，咱着好胆周军稳定的宝座，通受怜悯，也得到稳定最及时的帮助。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即马恁敢知影应该要安怎祈祷吗？祈祷毋是爱大声，也毋是爱知影足济的律法，搁较毋是欺骗家己伫上帝的面前讲好听的话。上帝意爱的祈祷是，咱将家己完全彻底伫伊的面前对伊讲，讲你真正会听，讲你真正会欢喜，讲你真正会悲伤，甚至你真正对上帝的怀疑，甚至你真正对上帝的埋怨甲不信。你爱会记哩，你讲这个代志的时阵，你毋免感觉见笑。为什么啊？因为伊是全知的上帝，你还未讲的时阵，伊早就知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很感谢你，你是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会犯罪，所以主啊，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向你诉说我们真实的感受。父神，我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他在每天每日都可以在你面前献上那个全然赤裸的祷告，让你知道他是如何的对你忠心，他是如何的来向你坦诚他的感受。怜悯我们的主，我求你怜悯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悦纳他们这全然赤裸的祷告。感谢主，我们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是咱搁三个来唱圣诗第164首，圣诗第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至圣的神听阮祈祷。咱起立唱全首。
会众请坐，这是要来奉献，请咱陈水乡蔡素莲、林武雄、杨竹华。咱今日来唱奉献诗。我来报告进前，咱先来看咱今仔日金句。伫周报的后页，我来念一解，咱三个来念两解哈。所以恁着好胆就近恩典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即时的帮赞。希伯来书4章16节，请。通受怜悯，也得到恩典。做即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咱通受怜悯。希伯来书4章16节，咱先开周报第一页，泉州的聚会以及温州的聚会，澳洲的聚会，特别是澳洲，咱要请中立教会陈克安牧师要来直接来主理，以及尤安要直接来上课吼。咱第2页则会原来由周间的聚会，咱由安家己来看。延开第3面就是咱八组的聚会，吼，咱有即个表，咱到伫迄个所在来参加。咱的小组的聚会，咱先开第5页奉献吼，都无详细，咱会当找咱的中职来更正。第6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为中会双年部纪念主日甲双年团契主日，请兄姐为记咱的事工关心甲代祷奉献。用阮我3分钟直接来做报告，咱。请。
咱上年的聚会是每一个月第2礼拜甲第4礼拜的拜三早起10点到12点，咱会邀请咱的中职，也是咱一寡的讲师到伫阮的中间来做分享，互咱会当每一个人从60岁以上会当来参加咱的双年团契。伫咱的聚会的状况，咱会当清楚，咱也配合咱的中会，坐这的时间来进行。这是咱的北区医座讲座吼，咱请咱李永灿医师来参加咱讲座吼。这是咱中会主办的这个土耳其之旅11天吼，咱中会有68位参加这个土耳其之旅。以上欢迎咱教会60岁以上的人来参与伫阮的双年团契的活动甲聚会过来，咱下面要举行重阳节、敬老节90岁到99岁，咱会当出来90岁到99岁，咱请伟明长老以及咱团队来发红包90岁到99岁先出来。有伫现场的无？简章佑简章佑简章佑。来，倒是无方便，咱会当来配合一下来扶出来这是90岁到99岁
面向一边啊，面向一边啊，面向一边。简章佑哈，简章佑弟兄，简章佑弟兄啊，简章佑弟兄。啊，过来，咱80岁到89岁，有伫现场的80岁到89岁，哦，咱会使出现吼，80岁到89岁。小咱做伙翕相啊，小咱做伙翕相哈，小等一下哈，小咱做伙翕相。80岁到89岁，好来，好来，吴妈妈哈，吴妈妈哈，来，80岁到89岁。80岁到89岁，等一下要一起照相哈，等一下一起照相。好来，80岁到89岁哈。好来，80岁到89岁哈。因为这个红包无同款啦，迄个小比妈妈下早有领过咯，小比的妈妈下早有领过咯，啊有领过咯，有领过咯哈。小比的妈妈下早有领过哈。好来，80岁到89岁哦吼，80岁到89岁。好来，即摆换70岁到79岁。啊，咱排好吼，排好，小等下咱要翕相，排好吼。好来，70岁到79岁。我会落去啦，你若听我声领。啊？才有领。啊，小人我咱会使出来翕相袂要紧。70岁到79岁，70岁到79岁吼。好来，啊排好，咱小人通要翕相哦，排好，咱小人通要翕相。来，咱排好哦，小人通我翕相。好。伟明，拢有啦吼，叫因排好，小咱要翕相才好翕。啊，有妈妈互头前，吼。伊就会当排安尼要翕，咱翕袂落。那个文人，当时啊排安尼翕甲翕袂总会落去啊。啊啦，啊排好，咱后面还佫有位人佫徛。
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些长辈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这些长辈他们还年幼的时候，甚至他们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他们成为我们神国的儿女、神国的孩子，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彼此的肢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主，我相信你曾经陪伴他们度过那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曾经陪伴他们度过那个快乐、喜悦、喜乐的时候。父神，我恳求你在他们未来的生命当中，你不住的祝福他们，你不住的将你的恩典加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每天每日都有你满满的同在，还有恩典。感谢神，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咱各位哈，咱各位哈。第3点，下晡1点，伫九楼召开主日的会议哈，请同工出席。下主日10月21日。为了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欢迎陈克安牧师前来本会请安分享，请为伊的事工代祷甲奉献。伊嘛要直接来主办，因为伊中立教会因举办幸福小组，要直接来经验谈吼，有讲座伫即个所在，吼。所以讲，咱迄天咱伫下晡12点半到2点半，伫4楼的礼拜堂。邀请咱新旧任的长职团契首长甲会友参加，甲会友参加，所以一切活动暂停。消息，教会消息的报告，小会公告：2019年新任长职甲首长，新任长老执事长老陈祖德、王浩杰执事张平贵。赖建成、简秀竹、傅启芳、柯明伟、陈义芬，书记甲各部长、副部长、第二长老吴传兴长老、小会书记吴传兴长老、副书记李文贵长老、中职会书记简成执事、传道部长陈建州长老、副部长吴传兴长老、教育部长陈祖德长老、副部长于志平长老。关怀部长王浩杰长老、副部长于志平长老、财务部长陈维明长老、副部长林宗洲长老、行政部长林文贵长老、副部长林宗洲长老。2019年团契会长名单：双联团契李庆章、副团契黄文光、妇女团契刘文香、得胜者团契刘敏洲。社青团契邓亚忠，献歌队赵美珠，足球社柯明伟，敬拜团林宗义。2019年月历，请到4楼的礼拜堂外来领取。月历以1号1份为限。第4，2018年幼幼运动会要来咯，欢迎爸爸。比妈和妈咪带着小宝贝做伙来动动手脚，咱下面咱详细家己看。第5，咱陈建志牧师伫10月13日昨暗伊到16代表圣经学院前往日本考察联谊。考察期间有事，但是有代志，请找小会书记吴传兴长老，也是行政部长李文贵长老。咱第6。厨房要招募洗菜、甲洗碗的同工，服侍内容咱家己来看吼。圣诞福音主日的餐会时间是12月16日。
咱伫9点半到11点，咱有圣诞福音，伫咱的礼拜堂遮吼，伫咱的礼拜堂要做礼拜。事后咱要到伫迄个汉民酒店3楼来餐厅来用餐吼，遮咱详细咱往哪来看吼。过来，咱第8社区的在义教室的招生内容，咱往哪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李元姊妹，就是黄秋莹姐妹的妈妈吼，伫10月初10早时伫家中蒙主温调，安歇主怀。入念甲安歇礼拜对由桃园教会主办，陈牧师主礼，请安慰遗族面台岛。入念甲安歇礼拜日期是10月29拜一12点40分，入念的礼拜1点安歇1点安歇礼拜。地点是桃园市殡仪馆的思源厅。本会黄文义兄弟的老爸黄金泰先生是10月初10。早时5点18分，伫温子宫病院因病来离开，享年81岁，愿神安慰遗族。公祭时间是10月26，拜五早时11点，地址是英歌镇尖山路258巷20弄3号吼。遮咱因为因是照因的迄个礼仪吼，伫迄个用佛教啦吼。教会消息，经生会10月20。拜六上午10点，要举行宣教52周年甲圣殿奉献感恩礼拜，请台岛。再来，新德中会第79届第1次会议，日期是10月17拜3，9点到下晡5点，地点伫咱桃园教会，要伫遮来开会。过来，2018年新德中会举办重阳敬老感恩礼拜纪念庆祝大会活动吼，有要参加的人，咱迄天伫7点半，咱着爱伫遮集合，8点要准时出车吼，要准时出车。下面咱家己自己来看，咱请吴团长长老来做介绍甲带导。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伫遮补充报告吼，是怎做一个解说。咱后礼拜吼是迄个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任交换讲台、交换讲台，意思就是讲。咱牧师要去中立教会，中立教会牧师要来咱桃园教会，踮借用即个机会，迄个晡12点半到2点半，要将因中立教会所举办2年所推动，即叫做幸福小组啦，对教会真有帮助，真有兴旺。伊要将即个经验来互咱分享，互咱知影。是毋是咱教会有要往即个方向来发展？要做一个经验来传承，互咱看咱有法度安尼做有无？所以这毋是干那中职尔，所有的会友拢爱来参加。咱嘛有缘用即个4楼毋是讲去什么701、705迄伤少，咱要用即个所以伊嘛时间真难定着要拨即个时间。所以咱会当做伙来，咱知咱的使命特别传福音，要安怎去透过小组来将这个福音来甲传出去？邀请较侪朋友来做这个，将这个经验来讲，互咱知影。所以毋是牧师的工课，毋是中职的工课，是咱逐个兄弟的工课，这是安尼。这互咱知影。另外一项，就是伫这个。10月29，咱教会，咱出来看一个推伦理一个理言有可能翻译，无人讲真熟总是伊拢伫迄个坐一个伦理入来一个外劳咧甲塞入安尼迄伫10月初10过身10月29要入殓甲即个安息的礼拜即个伫遮互咱小可知影一下迄多拜一所以。
来当去，咱就尽量来参加礼拜一啦吼。第一项啊，第二项，伊迄个仪式有较特别的所在，因为因遐囝无信主，所以伊迄是用混合式的吼。后不教式啊，咱头前吼，咱是基督教式，后壁面因就请人咧念经啦吼，所以混合式啊，为了家庭的和谐吼，啊，咱若不方便吼，咱因的家庭的兄弟啊，啊，甲姊妹啊，讲好势啊，所以咱心内有哪小可知影即个代志啊，咱伫头前，咱摆伫吼，基督教是礼的迄个方式伫头前，啊，互咱小可做一个心理准备啦，吼，你知影一个安尼，啊，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的相迎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咱起立。请张团长。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圣性的交通、甲感动启示，甲恁众人三个弟弟，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场请坐，祝歌请上面团契。电压莫倒。
这是咱起立来行平安礼，向咱的道平正平头前后面吼。